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嘅是381下晝嘅客家清新聞，這個等來關心武漢肺炎疫情嘅清新消息。今天呢就係8日咧，就係疫情呢一早禮拜開始。之前幾日嘅時間呢，台灣嘅確診案例呢，大體來講都係維持1例到3例邊呢。看起來呢，疫情已經有卡緩呢，下來一幾日，台灣就嚟繼續維持下去冇。繼續來看指揮中心同大家帶來嘅清新說明。好，我们各位媒体好朋友们，大家午安。谢谢大家今天能来关心国人的健康。今天的记者会还是由我们陈指挥官来亲自的主持。那我们副指挥官陈忠业副指挥官也同时也到会场。然后在指挥官右手侧是我们专家小组召集人的张尚存张教授，还有在我右手侧是我们社区防疫组的庄义祥庄副组长以及兼发言人。好，那现在就请我们指挥官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传递的讯息。好，各位记者女士先大家好哈。那今天大家也注意到，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戴着这个粉红色的口罩了哈。那也是昨天哈，大家说有小朋友哈，就男孩子的话戴着粉红色的口罩，好像到学校里面，就容易被大家议论。好，所以要跟小朋友讲，就是说其实口罩的颜色。都一样，大家都可以戴。那粉红色其实不错，可能大家都年纪比较小。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看的那个卡通影片就是那个粉红豹嘛哈。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哈。我们那个时候确实那是很红的哈，非常红的一个这颜色。好，那今天跟大家报告我们新增的5例境外移入。好，那这5例事实上也在原来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大家所注意到的哈。那有一例那有一例是，就是前天我们昨天384嘛是那个384的案例，然后他太太回来，那我们直接就从那个就下界的地方直接就带到医院去的那这个案例。然后另外呢我们总共有389到392，那跟3名的亲友，总共7人，于2月15日到美国秘鲁、玻利维亚、巴西及智利等地旅游，那并自3月5日从智利登上珊瑚公主号，那前段时间也一直在海上没有办法停泊的。那该邮轮原定3月19日于阿根廷结束旅程，但由于阿根廷等多国封锁边境，导致邮轮无法停泊，因此该邮轮在海上漂流多日，并于4月4号上午停靠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港。当时船上已有12名旅客及10名船员确诊感染，那其中有3名旅客死亡。那该邮轮总共载了1898名，其中里面有1020名的旅客及878名的船员。那指挥中心于4月7日接获外交部的告知，该邮轮有7名我国籍的旅客，就刚才讲的就是7名的亲友将搭乘该邮轮公司安排的包机到英国后，那转乘我国籍的航班返台。那为求慎重，那指挥中心随时联络民航局、移民署、机关署及航空公司等单位，针对7人执行相关的检疫的措施，包括搭机时全程戴口罩，机上座位的适当的区隔，前后2排不安排其他的乘客。那入境时无论有无症状，均予采检，并集中检疫所隔离14天。那7人4月11日入境时，5人声明有疑似的症状，其中4人检验确诊，那已经住院隔离。那3人检验阴性，将持续集中检疫，将采并2采，然后在解除隔离前，我们会再次采检确认。换句话说，这一批我们其他3名也会有采过3次，来确认他的一个身体的情况。
那393刚才讲，他是长期旅居美国，3月29日出现咳嗽有痰，4月1日出现腹泻，4月11日入境时因有症状，在机场后送就医裁剪。好，那就这5个案例哈，这5个案例。那总共在国内累计，我们到今天是393案。那114人解除隔离，好，昨天是109，又多了5位哈。那整个的口罩哈，我们现在大概总共在第4波累计的总量大概129.9万人次，那到目前为止付款成功的107万9416人。好，那前段时间大家比较一直在询问的，我们也跟大家再来说明一下，到底整个口罩我们大概统计一下，那其实这个数目是不断的在做有一些的变动了不会让大家大概了解一下大概整个口罩我们配送的情况是怎么样。那这个统计是从1月31号到4月11号的一个统计。那总共呢，这个口罩我们总共征收了大概是6亿6873万片。好，那当然最主要的是在我们的在药局的实名制1.0跟2.0，这边用掉将近3亿5千万片，3亿4952万片。那发到医疗院所的总共是1亿2708万片。那在中央，我们公务使用的有2836，那其中包括我们的员外。那在公务使用地方政府，我们发了3320万片。那全国的学校及考试近来有一些相关的考试可能需要一些口罩所以我们总共配了2150万片。其中145万片是近来才刚配出去的，就是为了因应考试来使用。那产业购买的有4800万片，包括我们的运输业等等的相关。那像我们的库存在邮局的有4007万片，那外科口罩的战备的库存我们有2100万片。所以总共我们的征收量从1月31号到4月11号，总共是6亿6873万片。好，那这个数字大概每一个礼拜根据我们的配送，还有一些特别的需求，都有一些变动。那总体上我们统计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数目字，也让大家了解好，那我们今天的报告案就到这里。好，那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部长好，信传媒提问，这边想要请教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想要先再请教一下，就是酒店公关的疫调完成了吗？那匡列的接触者以哪些地方居多？是不是在台北市比较多？那第二题想要特别请教一下张教授，就是是否能够分析台湾目前近400例的确诊者的面貌？就是包括年龄、男女。轻重者、无症状者，那以及无症状感染者，这些无症状感染者，指挥中心这边是怎么发现的？那防疫中心是否有统计欧美各主要国家的 R0 值，以及台湾这边 R0 值的估计趋势？谢谢。OK， 好，那第一个还是那个379案子来，再过来就麻烦。有关这个379案的这个接触者部分，目前总共有调查了123位那职场接触者有96位，那另外家属有4位，其他有23位那在这之中，我们需要居家隔离的有65位，那其中就是家属4位，然后职场接触者59位，还有其他是2位。那有采检的部分，主要已经采了12个采检了。那目前阴性有10位那还有2位职场接触者还在检验当中。那目前就针对
这个疫调的部分几乎应该是都已经完成了哦。那是以台北市居多，不过到目前为止检验的部分都是阴性啊，谢谢。好，我们到昨天为止是388例嘛，哈。那388例里面，女性是205位，那男性183位，所以分别占53%跟47%，年龄范围还是在4到88岁之间，哈。年龄中位数就是32.5岁，每一天的变化都是大概在32、33之间。这个麦克风是。可以吗？这样可以哦。好，我们到昨天为止，总共是338例个案哈，其中388例个案哈。那其中女性205位，占了52.8%，男性是183例，那占了47.2%。年龄介于4到88岁之间，这一次都是维持这样的状况。那年龄中位数是32.5岁，在过去看呢都是在32、33这样子游走了。那到目前大家也知道有6例是死亡的个案嘛，那114例是已经结束隔离。那里面也是100出头例已经其实出院，那有几例是解隔离症等的出院当中哈。到目前为止还有12例是在加护病房使用呼吸器照护当中。那如果根据 WHO 的严重程度来分类的话，其中278例71%是没有肺炎没有并发症的一个轻症。那21%是肺炎，81例是有轻度的肺炎哈。那严重的肺炎到整个呼吸衰竭加起来是有29例哈。那这个里面有几例，当然有包括6例后来就是死亡的个案，也是列在这个29例当中，占了7.5%。那我们在无症状而做采检发现阳性的其实是有22例了哈，那占了全部个案的5.7%。那这里面有一少部分其实后来是变成有症状，那这个细节的部分还在收集当中了哈。不过在无症状的采检阳性，主要都是因为这个家族之间的密切接触，我们就陈指挥官已经先前很早就跟大家说，专家小组当时就认为这些家庭的密切接触者，我们还是尽量不管有没有症状，我们都帮他做采检哈。所以这些里面就会发现这些无症状的一个带病毒的状况。那后来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特殊的状况，我们也认为值得去进一步直接还没有症状出现就去采检，那也会侦测到一些这些无症状的带病毒的这些状况。好，那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体的大致的状况。那细节的部分还在持续的收集当中了哈。那里面包括刚才说开始来采检的时候是没有肺炎的现象，可是住院当中有时候会出现肺炎，那这些资料有时候在我们的这个指挥中心所收集的资料没有办法立刻就做适当的调整哦。那不过在解隔离当中的过程当中，都会再去重新再检视他们整个的病程的状况，所以这个数字有时候还会再做一些根据最后收集到的完整的资料，然后再做一部分的调整。所以以上说明。好，我们非常谢谢。我们声音好像有小一点是吧？我们非常谢谢我们张召集人的说明哈。不过我刚才听讲哈，这个大家对这样的问题也都常常都很关心嘛。好，那我是不是建议说我们以后大概就固定就礼拜六，固定礼拜六哈，那我们也做好一些相关的分析，那也做好背板，好，要不然有时候这数目字一下这么多，大家要整理也不容易，
好，所以我们大概就每一个礼拜的礼拜六，因为每天也没什么这样的意思一个礼拜这样做一次的报告，好，让他比较能够掌握一些我们就是确诊病人的一些病程跟情况，好，是不是这样可以？那这样以后就不会说祝大家不容易抄了一个礼拜这样段落下来，我相信会比较更完整一点，好，这样好不好？好，来。不好意思，工商时报提问，那个金管会主委顾立雄有说，今天要跟银行工会讨论是否跟进邮局的做法，要求民众进银行要戴口罩。那根据我们指挥中心公布的企业指引的话，那我们对于银行的防疫作为，我们会有什么建议？就是是不是要戴口罩，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作为需要做到的？第二个是，那之前说企业指引会有一些增修的部分，那请问第2版的企业指引是什么时候会公布？那大概会有新增或修改哪些地方？谢谢。我想大概就是银行，反正这有第一线的柜台的接触。能够确实保持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交距离跟戴口罩，我们都非常赞成的。那所以在进去里面就是说没有办法戴口罩，那就现在坐外面，那鼓励大家一定要戴，那我觉得这样好。不过在开始的时候，那宣导可能也是必要的，要让民众白跑一趟，这也不好。那至于新的企业指引，其实我们公布的差不多了来。针对在办公空间或是这个企业要遵循的部分，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有企业的1.0版嘛，那后来在公部门也陆续都做出了一些这个分流上班的时间，然后异地办公的部分，那对企业的部分也是依循这样的一个概念下去做提供相关的指引给他们。也许你也是比较关心，就是说现在我们的旅游版一般的版这个大概都很清楚了那旅游版我们是不是有更明确的一些规定？我们现在已经有共识了，那最后 final 可能要到指挥中心去确认之后才能够公告。中国时报，我想要问一下。就是有台大的公卫学者认为说，现在的防疫思维要改变，就认为感染武汉肺炎的康复者反而是人类的保护者，尤其是医护人员然后在欧美的部分，因为现在有使用快筛抗体跟抗原试剂，然后找出这些具有免疫力的人，让他们可以尽快的回到工作岗位。那我们是不是有相关的计划来去发展快筛抗体或是抗原试剂这样的工具？那第二个问题是，有学者建议说，我们在武汉一开始发生肺炎的时候，其实当时疾管署已经有立刻派了2个专家前往去了解那个临床的治疗方法。那现在欧美因为疫情的状况现在是最严重的，那他们现在有大规模治疗病患的一个经验，我们有没有计划也是派员前往欧美，或是这种以视讯的方式去了解他们的临床治疗方式？那这个问题，刚刚张教授有提到说，现在有12个人在加护病房，可不可以了解是哪12个人？谢谢。好，这个所谓的快筛抗原抗体的快筛，我们好像已经讲了很多次了那第一个当然，我们在感染当中身上带有病毒的时候，我们除了核酸检测以外，就是验有没有这个病毒的抗原嘛那如果我们快筛试剂可以验出这个抗原，当然就知道这个病人正在带着这个病毒当中那带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感染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身体就会产生抗体。那所以到某一个程度，例如说7天到10天以后，我们转而可以验他身体有没有抗体，来间接说明他是不是得到过这样的一个感染那抗体也有所谓的 IgG 跟 IgM 的抗体嘛那 IgM 的抗体就是基性期的时候比较早出现，可是它也很快，也许2个礼拜左右它就会不见了。接下来就是10天到2个礼拜就出现是所谓的 IgG 的抗体。那 IgG 抗体自然感染的时候，通常都会长久一直带着。我们大部分其他病原的感染，其他病毒的感染，可能终身都会带着这个 IgG 的抗体。所以单验 IgG 抗体，对新冠来说，我们当然它是一个全新的病毒，我们大概也可以说它就是最近得到感染。
可是如果是一个长久存在一个病毒，那我们只能说它过去曾经得到过感染，不能说一定这一次的感染就是这个病毒的感染。好，那除此之外，那当然没错，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尝试着对我们的任何的族群那我们的民众去验他是不是有这个新冠病毒的抗体，知道他是不是感染过，然后理论上有了抗体以后就不太再担心第二次的感染。这个也跟一些媒体朋友也报告说明过了在我们目前，我们认为我们的社区里面的民众得到这个感染的几率是很低的那除了我们确定的这个目前390几例以外，我们相信其他有得到感染，就算我们有漏掉一些没侦测到，那个数量还是很低的那所以在这么低的状况下，我们要去验抗体，其实理论上应该是蛮低的很不容易验。那假设我们如果2300万民众嘛我们如果只有1000个人得到感染的话，那你要想想看，我们要验大概23万，你才会验到一个抗体阳性所以这个是所谓的我们花这么大力气有没有办法真的测到了不过我们当然还是可以对某些高风险族群，也许可以考虑先去试试看这一直都是在我们的讨论跟脑海当中都有持续的去想这些事情那欧美国家，当他社区感染非常厉害的时候，当然他去验抗体，其实就很容易验到有抗体那例如说，我们当初也认为中国大陆说不定也是在武汉地区，可能说不定3%、5%甚至10%的人都得到过感染的话，那10%你就每抽10支血，你就可以验到一支有阳性的抗体，所以你可以不会花很大的力气就可以知道哪一些人是有被感染过。所以这也许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需要看我们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到底发生的流行状况到底是到什么程度，那我们是不是值得很快的去做这些事情。目前当然不是立刻我们急着马上去做这样的一个抗体监测，然后看我们到底全民里面有多少百分比得到感染好，那至于说这个治疗的方式，我们当然一直都是关切着这个国外的相关的报道，包括媒体的报道嘛那正式的科学期刊的发表，当然更是我们持续密切关注当中，到底有哪些治疗方式您刚才说的，我们很早1月12号、13号，我们就派2位专家到武汉去，其实不是只是要看什么治疗啦，其实是要完整了解到底当时的在那个地方的疫情状况，这个疾病的状况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所以前几天也有说明过，其实这2位专家回来以后，也跟我们专家小组都有开会讨论说明其实得到的资讯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跟我们当时透过媒体所了解的讯息也没有差的太多所以这个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所谓的治疗方式的了解。现在欧美国家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尝试当中，或是在临床试验当中，这个我们其实基本上也都是有掌握到了。加护病房，这个是牵涉到病人的个人资料，我们是不是还是不要去谈这个事情，是不是比较好？这个儿童口罩的这个部分就是每个药局它每周只配送1200片，那1天20份的话只够发6天。那所以现在就是有部分的基层药师就反映，就是说到第7天他们会没有儿童口罩可以卖。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会不会增加这个儿童口罩的配送量？第二个问题就是按386它本身有这个过敏的症状，那包括鼻塞还有流鼻水，它的这个症状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被忽略，经过扩大采检，它才确认它是这个确诊个案。那想请教的就是说，国内的过敏族群它人数众多，那部分的像鼻塞还有流鼻水这个症状跟新冠肺炎的这个症状部分类似。
那有国内的过敏科医师他提出就是说，其实这种症状就是会出现在早晚，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作为一个这个辨别的依据？上，谢谢。那个儿童的口罩量，当然我们会随时根据他的需要再来做一些调控了哈。那我讲过说，我们在这次10片之前的那5片，其实儿童的口罩我们都是大量的剩下来。那这个礼拜，因为它在药局里面剩下很多，那所以呢，在这段时间虽然配的量是这样，但实际上出售的是比这个量要大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在礼拜4第一天我们就配出去了，应该就卖出去了270万片的儿童口罩，然后这几天再逐渐往下降，所以本来我们存在这药局的儿童口罩很多。那经过这几天的一个消耗之后，针对禁闭疫情的部分呢，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有宣布的禁闭管理总共新增加5个对境外西路来个案，分别是3个西摩耶、2个西拉耶。在其中呢，有40人是三福公主号人校加到像是群起感染哦。在下边呢，一个三福公主号人校呢，加到是有1000人，总共有70人。加到呢是对2月15就去到美国啊、秘鲁，还有巴西。一个国家去留了，韩国有对3月初5的时节，对智利去做一个三福公主号，本地呢是完全呢爱坐船呢去到阿根廷哦。不过呢下后就讲，因为一个船方有表出武汉肺炎疫情，故此呢家条就一直冇办法来抗案哦。今年呢第4月初的时节，家条就用包机的方式来比到英国去。下后呢，嘅指挥中心呢有用相关嘅防疫措施，东洋条防疫措施，老家条接进来，嘅其中嘅27人、70人。家条对4月11日今转来台湾的时节，就有50人就有先同指挥中心讲，家条有出现的相关征兆。不过呢，个指挥中心还呢老所有人就70人去强去集中隔离、集中检验，其中呢有40人伫经过采检过后就确定测未到的，另外其他30人也系呢指挥中心还会继续来追踪加情形咯。然后呢，啲其他确诊在部分就会讲，先前北部有一例酒吧嘅5公关确定测未到嘅加感染源到今呢都蛮程度，而呢指挥中心呢未有来重复嘅有统计接触人，总共有123人按到，喺其中大部分呢都係啲公司也部分来接触到人，而呢总共有65人是要居家隔离，認證家到嘅互通係有卡到嘅，然後呢指揮中心係有針對其中嘅12人來進行採檢，一下有13人嘅採檢結果都結檢出來嘅係陰性嘅，還有其他人還會繼續嘅採檢同追蹤哦。然後呢，近比指揮中心所有嘅5個參加會議官員呢，加到啲參加會議時節都帶定一個水封式嘅最嚴密，所以講呢啲籌備時間呢，就係有記者就問一個陳時中講哦，講有家長反映講嘅聲音嘅最嚴密假使。2度嘅水封式咧，嘅假使一個聲音嘅代替學教時節部分其他同學生哦，最下後呢就有民眾來批評亞件事情咯，講一個水封式其實係無限天，一天係細來式，也係細妹式，其實呢無論係乜嘅芯片都做得來帶哦。嗰種呢近比所有嘅一個指揮官啊，佢哋都帶定水封式嘅最呢來帶頭示範本大家看，希望呢大家會加入一個芯片平等嘅觀念哦，未話大部分嘅記者會同大家來做先討。咁以上呢，就記者會嘅前情形，繼續來看記者會嘅現場情形。這樣子，那他的家屬也有提早來說明啊，只是說在這個過程當中，也可以知道說，在疫調其實也了解說，他跟原來大家會認為說，他是確定病例就是這個384的一個接觸者，其實後來證明也不是啊，所以大概整個過程是這樣。以上。部长好，民事，请问那个今天是我国的第3波的类包机，他们解隔离的时间呢？想请问一下，他们之中有人有症状吗？这个过程中还顺利吗？那之后他们是要7天的健康自主管理吗？那接下来第2个问题是下周1周之后
这是我国的下一波的类包机，4月20号、4月21号从上海出发。请问指挥中心现在有订立一些细节吗？那预计会有多少人呢？谢谢。谢谢。那个今天就有解隔离篇，那当然要自主健康管理。那另外情况都很好。那明天还有一批明天还会一批解隔离。好，那今天解隔离上是153人嘛然后另外的就是说我们的类包机下来到我最后的讯息是414人，是不是2班？还是有没有增减？目前登记的啦第一20号那一天是228，第二天21号的是224，对。因为像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执行过几次，所以相对的应该是很熟练，应该是没有问题。那我们的集中检疫所也准备好了。焦点事件，想请问，先前在钻石公主号的时候有依照传病防治法，就是指定为感染区。那这次珊瑚公主号有指定为感染区吗？那个差别会是什么？那另外想询问就是，这次针对珊瑚公主号，除了2采以外，有要求要解除隔离前要再次采检，那这个考量是什么？那因为之前指挥中心也有多次表示说，对于没有症状的人进行病毒采检的效益很低。那不知道目前有没有可以信赖的抗体快筛或抗体的检验方法？就是说，对于这些已经采检过2次，而且被隔离检疫14天没有接触过别人的人，进行抗体的检验是不是会更有一些效益？以上，谢谢。好，那个我们没有特别指定是疫区嘛那不过现在大概我想我们也没有掌握到确实的讯息了不过在美国那边好像就是说在他们报道里面还有40几艘船在美国的周围等着要靠岸，有13多万人了。这里面是不是有我们相关的我们的国人去玩的？那将来我们还是要把这样的一个讯息沟通的管道把它沟通好来，最主要我们能有掌握这些人。那特别因为这是邮轮给大家都觉得就是说在里面一个密闭的空间，然后后来又在海上停留的非常久。那我相信在邮轮上面，在现在大家也比较有经验，相关的隔离各方面的措施也都比较完整一点，可能风险没有那么高。不过这次从这里回来看起来风险仍然是非常高，但是我们在事先的一个准备，都是一样的都是提高的警觉，所以他们特别在机上安排的位置是几乎是完全的隔离开来，在最机尾的最后。然后他那个最后那个舱里面大概除了他们7个人以外，大概不会超过20个人吧，非常的离得非常的远，离得非常远。那一进来我们就到集中检疫所，那采检，那一切都把它做最高规格的来处理。那也准备要3采阴，来确认相关的情况。那至于说有没有做 IgM， 这目前都没有了那张教授说好，我们目前当然有好多个所谓的抗体快筛的试剂在开发当中那不管国外也当然也有一些已经上市的那国内的厂家也有制造一些这些快筛试剂都还在验证当中那所以验证经过我们的食品药物管理署认证是合格的话，那我们当然可以用来做这些的抗体的检测那此外当然您提到的这样的这些有到过疫区或是有特别场合状况的我们当然也可以在未来帮他们，请他们愿意的话，可以来做一些抗体的检测，证实他们过去是不是真的有感染过，而是轻微的到没有被检测出来，这当然是一种科学上是合理的一个想法或做法了那这几个个案一方面当然
7个个案里面4个已经检测出来，另外3位确实是需要再次的检测，我们确保他是不是真的阴性，然后这是在整个疫调当中的过程。那此外，当然疫调过程当中也知道他们也曾经有一些轻微的一些症状，所以更是我们关切的一个对象。央广这边请教指挥中心，在去年5月17号的话，我们知道就是在欧洲举办 WHA 的会议，那么距离现在大概1个月的时间哦。之前部长说我们会透过实力去参与，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是我们会整理是不是防疫经验的缩帖，来跟现在各个国际都非常关心台湾的防疫经验，这一步是不是有规划？第二个是很有可能这个会议也无法召开，那可能会什么样的形式来举行？是线上会议，或者是不是有 WHA 那边的消息说我们要如何参与？以上，谢谢。好，我想，当然，他会议会怎么样来举行哈？现在还没有掌握到确切的消息了哈。那不，我们看看瑞士现在是有，已经几乎是每100万人口有2950啊，将近要3000人。台湾是16，你就可以感觉到在瑞士那样其实也算是蛮严重的，所以要贸然的举行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集会，事实上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恰当。当然疫情有一个急剧的变化，当然我也不排除那样的可能。那第二个我们的实力，当然就是我们在这一次平常我们这2天也看到一些相关的我们的医疗卫生的一些评比。那大概我们来看的评比大概，仅次于我们是在87分是仅次于加拿大，那跟英国什么是相同的，那是整体的那这是我们本来具有的一些实力在，那加上这次在防疫，我们整体的一个社会制度的运转，非常的顺畅，让我们的抗疫不是那个抗疫，那我们就是抵抗疫情的能力。那可以让大家来做参考，怎么样运用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公民的素质跟良好的社会的制度，那再做成一个很好的一个防疫的成果。那我们当然会跟外交部一起把相关的讯息都整理好，来跟世界各国来讲。指挥官凤凰卫视提问，想要请问一下，5一连假虽然指挥官曾经说没有要取消假期的计划，但是地方政府包括郑文灿还有林明珍，他们都希望中央可以订定统一的标准，让地方来配合。关于这一点，这个指挥中心这边有进行讨论了吗？我们不是就讲说目前还没有规划嘛？我们现在并没有说让大家自己去决定嘛，我们要看着疫情整体的情况，那在到时候时间比较近了，我们才做相关的决定。那目前还请大家依据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集会的指引也好，或者就是说我们的分流分量的管制，或者我们的社交距离，跟我们戴口罩的，大家确实把它做好。那做的越确实，那当然大家就越自由嘛。好。TVBS 提问，想请教指挥官，我们目前针对企业，我们都希望大家如果可以居家上班，我们就是居家上班，避免接触嘛。那不晓得以现在的疫情状况来看，是不是我们可以给各企业一个大概的时间，可能起码到什么样之前的时候，这么采取会比较好？因为也许陆陆续续，如果我们的疫情是持续相对稳定的，6月或许政府也可以有一些振兴计划提供给企业，那企业也有各个方针不同的应对方式。那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儿童口罩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办法网购的。我们第一时间有提到是为了让我们的网络流量更稳定。那几天前指挥官您也有提到，我们还在努力中。那目前问题卡在哪边？是不是有可能在3.0，我们实际到超商插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以及最后一个是我们的案393，他当天回来的班机。那因为我们是当天才知道她的丈夫的状况嘛，以及后来回来也才知道她确诊。那当时班机上的其他旅客，我们有可能会再进行怎么样的防护措施吗？以上，谢谢。
对，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在疫情更稳定的时候，能够在逐步来放松了哈。不过我们现在都还介于在这样的一个观察期里面，还没有办法很明确的来看这个时间。那一个，当然我们在前一波里面，我们看看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欧美这回来的这一波，从14天可能到21天，那几乎就差不多是稳定的。那这2天的 case。所以今天我有5例的境外移入，其实这4例那都是本来就已经发生的事情嘛，是进来而已。那第二波就看我们这个这一次在这个清明节、儿童节这一段过来的这14天，那看起来也没有说有急剧恶化的可能性，应该可以安一半的心了哈。不过持续还是要注意中，所以我认为现在是一个观察期了哈。那谈就是说要让它放松或什么，可能都还稍微嫌早了一点。好，那不过给大家一个更明确的相关的一些规范。现在除了大家互相在做这种学习标杆的学习之外，好，那等大家学习到这样有一定的经验的时候，那我们可能把这样的一个指引可以做得更清楚一点。那至于你提的另外问题也很好。也是因应大家在口罩上面非常的困难大家要买各种不同的型号啦，整个的其实那个配送线上还是很不容易。不过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可能希望把这个幼幼就最小的最小的这样的一个小孩的幼幼的口罩，我们想要放到这网络来卖。就不在这个药局来卖了，不过这一波还没有，下一波，因为我们也考虑到幼幼的小朋友的爸妈，应该也是在网络上的使用，应该也是算是比较熟练的，不会有它的困难。那让这个整个配送的这样的一个线比较单纯一点，可能对大家在购买上会比较方便。所以未来在小孩子口罩里面，大概可以马上可以做的不是说马上了就在我们的规划中要做。第一个是把幼幼的口罩放到这个网络上面来卖，然后第二个在口罩的地图里面把其他的型号是不是能够把它标得更清楚。好，那这个我们在努力。那因为在整个生产的每一个工厂不一样，所以在包装上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可是事实上因为在邮局整个在配送的时候，好，那现在是根据工厂的所在地到邮局的配销点，然后直接往外。那如果要全部都配送，等于要全部都收回来，然后重新整理、重新拍，然后再往外送。好，那工程是蛮大的哈。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先做这2个方向的改进。指挥中心好，黑猴健康网有2个问题想要请教。第一个问题是，之前张教授有提过几个高风险族群，包含糖尿病、年纪大或是肥胖等危险因子。但因为在中华医学杂志有分析，发现有吸烟史的人罹患肺炎的风险高出14%。但因为从目前国内的个案中都比较没有提到有抽烟的习惯，那不知道张教授对于这样抽烟者是高危险风险的族群怎么看，以及国内的个案是否也是符合这个研究的论文。那第2个问题是想请教，目前国内已经有114位康复的患者，那想问这些人出院之后还要追踪多久，以及这些人的康复情况大概到什么样的程度，是都已经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生活，还是说还是多少有一些后遗症的影响？谢谢。好，有关于这个抽烟。长期抽烟会不会是一个对于我们新冠肺炎是一个不利的因子？那我们因为没有太多这样的个案，不敢据下结论了哈。那不过我们确实也有看到有抽烟长期抽烟的个案，它变成比较严重的状况，确实也有看到少部分的个案是这样的情形哦。好，那您的第2个问题是。出院以后，好，我们
跟大家也报告过，我们用比较严格的标准，让病人之后出院，然后3采阴以后才出院。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3采阴，一方面当然是他在隔离病房中被隔离的时间，住院时间稍微长了一些。那在我们的解隔离的讨论的每一个个案都是经过讨论以后才让他解隔离。那在讨论当中知道他们到后来几乎都完全没有症状了那只有少部分本来是比较重症的话，他到后来还有一点肺功能比较没有完全恢复的一些状况。那这些个案回去以后，我们原则上还是请他某种程度的自主健康管理那少外出，那外出就是戴口罩。那这样的状况下，那基本上他们都是恢复到正常的医疗处置上面去了就是主治医师会约他们回来看诊，那然后会做后续的评估。那里面包括曾经跟各位报告一个，各位说最后他出院的时候，电脑断层还有一点点像是纤维化的一些变化，以及肺功能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可是他1个月以后再回诊，那再次检测肺功能已经恢复得相当不错了那整个状况其实到后来就恢复到个别医院他们的医疗追踪的模式那里面也没有看到任何人有复阳的一个状况。部长好，美国之音的记者，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台湾的政府在哪一个情况下会考虑取消或者那个松绑它的某一些预防的措施，譬如说回国隔离14天啊，或者是外籍观光客来台入境啊，集会活动的人数的上限那方面的规定啊，谢谢啊。刚才也跟大家报告过我们当然想说能够有一个规划，心中我在想了那不过那个时程还没定。现在我刚才跟大家报告，我们认为现在还是我们的一个观察期，所以不会马上来定这样的一个放松的一个规定来。目前我们要先观察看看。那当然另外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整体的快筛都有了，疫苗都有了。那当然必然是会走向那样的一个路嘛，那但目前都还没有，所以目前还是维持着这样一个观察。那怎么样能够让疫情的稳定，然后让大家生活可以趋向正常，这是我们时时都在想的。不好意思，苹果日报提问，就是说目前美国已经有40多万人确诊，然后 CI011的航班也有11个国人确诊这样子。那之前那个指挥官有提到说，希望说在纽约的返台班机能够比照武汉的模式，让他们回来以后进行那个集中检疫。那目前有在考量，那有在考量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那可不可以请张教授来讲一下，就是说指挥中心以专家的角度来说的话，正在考量针对这部分进行集中检疫是怎样的一些考量呢？里面我们大概第一个希望就是说能够，一个就是说能够没有办法，我已经跟大家报告过，现在进行就一直在进行，就没有办法，完整的在居家能够有一个独立的空间，那没有办法就是说完全的跟他的亲密的接触者能够完全的隔开的话，我们建议他第一个到检疫的旅馆住。如果因为这样的情况，在检疫旅馆一时他又找不到的话，那集中检疫所我们也可以来安排。然后在第二步的时候，我们现在在做第二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求他归国前要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大概是分作这2个步骤这来做。那现在我们在整理我们的检疫旅馆的数目到底多不多。那确实检疫旅馆里面我们在武汉的回来，它也是一个我们的压力嘛它也会占掉我们这不少床。然后现在这个移工进来的我们也跟劳动部他要很大的一个生产力的贡献者，但我们在集中检疫也帮他们的忙。那这也是我们压力。另外有一部分是趴走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那个检疫所看起来好像那使用率已经慢慢在变高，所以对于未来要怎么回来这里面
我们可能以检疫旅馆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考虑。那检疫旅馆有接了这样的人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卫生组上面来帮他们的忙，好让他们能够就是更安心。就是相对的都是风险比较高嘛哈。我们来看看，就是说在武汉那时候，我们就是后来整个他们的每100万人的确诊数，以他的是4512哈，4500多，那其实纽约州它已经超过这个数目了，纽约州现在有9000多，纽约州现在整个它每100万人的确诊数有9000多。但是美洲为什么我们没有把它进行的跟以前那么的快？因为武汉那时候其实它那时候算起来是用整个的人口数，1100万来算。事实上我们知道那时候武汉其实离开的人很多，它数目没有那么的高就是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在看起来在美国，我们当然看到电视纽约的州长常常出来讲，可是事实上他的医院的崩解的情况。没有像看起来那时候武汉那医院崩解的情况那么的厉害，所以相对来讲我们现在考虑就没有啊。第二个当然是互相的一个比较值了，互相的一个比较值。那个时候台湾的情况跟这个时候大家对于疾病的了解的情况，那也慢慢的有一些不一样。好，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是不是限制最后3位好吗？你好，联合报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就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医疗院所的门急诊量都有一些下降的情形。那又因应了疫情，所以我们取消了这一次的医院评鉴。那想问一下，就是说，那针对像是我们现在慢性病患的领药跟他的病情控制，还有癌症的治疗跟紧急医疗的这些医疗品质，那我们目前如何去掌握？那它目前这个医疗的这个需求，或者是供给面，它的影响程度是到什么程度？那第二个问题是，针对我们新冠肺炎的一些高风险群，从过去的资料看到有一些是慢性病、多重慢性病，或者是高龄，或者是一些有一些健康的指标可以去做侦测。那我们有很好的健保资料库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有想要针对一些像是多重慢性病或者是重大伤病，像癌症等等的人，如果他们有出现上呼吸道症状或者是发烧等症状，我们怎么样及早去侦测他们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感染新冠肺炎？以上2个问题，谢谢。我们几乎对于住院的肺炎的病人都几乎是全采嘛。只要住院，不管是有多重病还是没有，还是慢性病还是癌症的，只要有肺炎的，我们全部都采。然后第二个是在门诊的量是有降，大概从62%降到67%，那指的是一个呼吸道症状的，相关我们的上呼吸道症状的我们的门诊量是有大量的往下减。那所以大家的研究是不是因为这相关的这些感冒，是因为大家口罩戴的很多，安全距离有，所以这方面降。另外一面当然也有因素，有一些病人到医院的时候他也会有所担忧，所以来讲那上医院的频率就没那么高。那至于中重度或重度的病人的治疗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台湾的医疗仍然很正常的在进行中。你好，报道者提问，我有2个问题哦。第一个是今天邮轮的部分，就是说今天这个珊瑚公主号是我们在4月7号就从接获这个外交部的告知，但是今天都已经检验完之后才对外公布这个讯息。那这跟之前钻石公主号那个时候，我们先跟大家讲说，我们要进行检验的这个方式稍微不太一样，想请问之后如果有邮轮的状况，是否也都会像这次一样是检验之后才宣布？那第二个部分是说，刚刚部长有提到说，现在还有美国报道说还有40万人现在在海上，那我们的外交部现在有办法得知说有多少的国人还在这个海上的邮轮上吗？有这个数字吗？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移工的部分，刚刚部长也有提到这个移工要检疫的部分。那因为我们日前劳动部已经宣布说，这个社福的移工他如果入境的话需要集中检疫。那现在有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说大家在抢床位。如果你没有抢到这个集中检疫的床位的话，就算你有机票，你也没有办法入境台湾。那想请问，就是说床位的部分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移工的床位有办法再增加吗？那如果没有办法增加的话，请问他入境的时候，他的这个签证的日期有办法往后延，让雇主可以有多一点的时间等待这个移工入境吗？两个问题，谢谢。移工的部分，目前我们是协助他在集中的检疫场所，但是他要先取得确定有集中检疫的地方，那这样的移工才可以入境，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其实他如果这个雇主也好，或是中介公司可以确实做好一人一室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当然也是先做过检查，符合了标准，那他也一样可以来进来。那第三个是他的移工，如果在这个阶段已经核准了，但没有办法入境，那这个会保留他的权利，到他可以入境的时候，移工再进来。那大概船我们大家看看，就是这个大概整个情况，当然有刚才讲，就是说，在我所知道，应该是40几艘船，有13万多人在海上了。好。那这个大概有一个时序让我们知道。那我们最后，那为什么跟钻石公主号不一样？那钻石号是第一艘嘛，大家都很关注，而且经过这样的演练，我们知道说怎么样的方式是可行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模式就建立起来。那未来大概所有这些船回来，我们都会依循现在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处理相关的情况，除非有特别的一些相关的变化。事实上，人数也不太容易掌握。像我们昨天也看了一些报道，里面就是说，美国可能准备对这些如果是外国籍的人没有超过这50人的，他要全部把他留在船上，因为他这样子在运送起来有他的一个困难。所以那个很多都会根据在美国的一些相关的政策。那我相信我们外交部也当然是很积极的在相关的船公司来联系。那家属也都会来报。好，来。部长好，3立新闻网提问，想要请教一下，因为现在全球疫情的还没有趋缓嘛，那我们口罩原本是预计征收到4月30号，那有没有口罩可能会延长征收的考量，或者是有没有配套措施？谢谢。就已经延长到6月底了，这征用文已经发了嘛，征用文已经发了。部长好，中天新闻提问，想请教就是在宣布禁止口罩以后，新加坡的总理夫人她曾经有来过台湾商讨 N95 口罩出口的事情吗？然后另外想请教说，在跟新加坡政府讨论中，这个备援的口罩，对方态度是正向的吗？是不是真的是新加坡有主动向我们提出这个口罩的需求？另外想请教说，刚刚有提问到的就是393。按393他搭机的状况，因为他搭机的状况比较特别，所以想请问，像这个旅客跟空服员会考虑要裁剪吗？谢谢。393他在飞机上全程戴口罩那所以我们有根据他的这个调舱单的结果，目前是有12位机组员，还有7位乘客，我们将会列入居家隔离那目前暂没有要采检，就是说只要有症状，我们就会采检检验。那另外在新加坡，其实我们跟新加坡一直往来都非常的多很多的相关的计划，有很多在合作中。那不过我想有在网络上大家对这样的一个发言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讨论那我觉得也可以停了啦。那我也承认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在口罩整个禁运的时候，那这2条生产线没有办法来做生产，那对新加坡当然也造成了困扰。不过我们也是尽快让它移出去能够去做。
不过大家回想起来，那时候新加坡的情况了哈，那时候在台湾跟新加坡在1月底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各自只有10个例子了，想起来好像，就是那时候1月底其实大家都有10例，而且新加坡那时候整个在防疫上面大家也认为他做得很好，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没有想到就是说相关的以后的一些影响。所以动作可能稍微慢了一点，不过确实那时候完全看不到这样的迹象。那新加坡现在当然会比较急，因为新加坡到现在为止，它现在从那时候的10例到现在已经有2532例，那这几天也急剧在增加中，所以新加坡在防疫上进来是跟那个时候情况确实也不一样，它也在困难之中，所以那时候。他们可能是每100万人是1.6，那时候我们大概是0点多吧，那他们现在是每100万人，我们现在16，他们每100万人是418，那所以我们在口罩上面如果能够，他们也愿意也希望的话，那我想就是在朋友之间互相来帮忙，这是我们是非常愿意的。而在这种情况，大家有太多的一些情绪上的反应，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确实大家都在每一个防疫期间，每一个国家、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困难，都有各自的考虑。那现在只是考虑，就是如果他们有需要，那情况确实也是在发展中，那我们当然愿意来互相来互通有无了好，那好吧，最后一位来。不好意思，部长，工商时报做一个补问，就是刚刚有提到那个口罩征用的部分，我们是会从4月底延长到6月底这个征用嘛？那禁止出口部分也同样是延长到这个时间点吗？对，那当然有一些除了这个平面我们这一般这样的一个外科跟医用的口罩之外，那可能有一些 N95啦或一些防护衣或隔离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弹性的做法了我指的弹性做法，就我们会征用一定的量，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量能够就能够把它先稳住。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也希望说留一点点的量给厂商，他们可以去外销，要不然我们如果全部都把它征用过来，那有时候厂商就是会觉得这样子的拼的时候会那种诱因不足。那时候留一点点留一小部分，比如说我们做了100万，那外销个10万，那一方面对我们在互通有无上面也不错，那对厂商的诱因也大，那对我们整个产能也会增加，那我们征用的速度也会快。未来的其他的品项它会朝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走，比较不会走向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医用口罩、外科口罩是全面的。全征收的方式来做，希望能够有一点刺激它的一个产能的方式来做。部长，您刚刚说了保留一些产量可以就是做外销，这部分是针对隔离衣 N95 口罩这部分吗？还是说包含刚刚医用口罩部分？医用口罩没有医用口罩。所以你讲的是隔离衣跟 N95 对，这个部分。就其他的这些材料是怎么样让它能够更愿意来拼呢？我们政府家在口罩国家队非常的辛苦。那宝龙的大家通力的合作才做得到。那如果其他部分的话没有那么紧的话，我们可能用这样子的刺激的方式来做。不过这都在讨论中，那比例到底怎么样才是合理的方式都在讨论中。好，那非常谢谢今天的记者会到这里谢谢。